好在中秋节当时嘛是土地公的圣诞，有这些人是会伫这天呢来做土地公馆祈求丰收，嘛来答谢土地公的庇佑。伫中华呢是有民间团体来办食农的课程，结合做土地公馆的体验，互民众会当熟悉农村的文化。 大家认真咧拗金纸，然后甲拗好的金纸甲香压伫咧中央破开的竹架内底，再佮用黏布固定，土地公馆就做好咯。旧历8月15，除了是中秋，嘛是土地公的圣诞。有做田人会伫即日做土地公馆插日田的，意思是互土地公咧顺田水的时有乖仔通吐。我做3个土地公馆，真趣味。安尼看啦，捌创安尼啦，啊无创西啦，咱遐是5个做啦。 过去农村社会为着祈求丰收，答谢土地公的庇佑，做事人会做土地公馆来祭拜。有的地区是伫中秋拜，嘛有伫5日祭拜。为着互民众熟悉英国的农村文化，中华溪州有民间团体办体验活动，除了做土地公馆，嘛有水牛的食农生命课程。拢有足细汉的囡仔吼，毋捌体验着即款迄个农村生活，啊是讲来遮吼，因体验看卖咧。 啊，无嘛，唔知影讲啥物是啥物叫饲牛，啥物是牛屎，个毋捌看过。伫现在社会，饲牛即件代志愈来愈少，所以阮就开始办遮个活动，互人加熟悉诶水牛较早伫咧农村的即个文化内底有啥物款的角色。 主办单位表示，较早农民做事靠水牛犁田是农村重要的劳动力，因为2017年开始，伫地方甚至去台湾各地的学校推动水牛生命课程。今年头摆伫中秋结合做土地公馆的活动，希望互民众认捌过去的田庄文化，嘛会当了解农民尊敬天地、感恩惜福的精神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